咱繼續要來講台北市的鳥鼠是毋是愈拖愈濟啊咧？講有民眾光頭白日，佇咧停車場、佇咧飯店，攏會當看到鳥鼠亂撞。台北市長蔣萬安來宣布，就為今仔日為中山區開始展開12區的大清消。真的有鳥鼠佇道骹弄來弄去，民眾好驚甲是哪機哪種卡牙關。昨下晡，台北台鐵一間宴會廳有鳥鼠入侵，業者強調事後已經有清理甲消毒。嚴格鳥鼠毋是敢若佇暗時才會走出來。士林區這個停車場日時都有過來隻鳥鼠，就算有人挖進，因也袂驚。台北市四界攏出現鳥鼠的形影，市長蔣萬安要怎處理？他不是說不讓鼠吃，他這個老鼠的餐食不就是你蔣市府團隊供應的？請問你旁邊這時候沒有處理，你就算投再多的藥物，能夠處理老鼠的問題嗎？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們也就正式啟動台北市12個行政區接續的全面大清消，而且就從中山區開始。施工進程，國民黨也批評這波鳥鼠危機根本是民進黨為了有關新北陽選台北市的聲勢，才會南起北上。打擊蔣萬安的政治操作，這個就是對整個台北市長他自己的一個信任危機打了問號了。趕快甩鍋給沈伯洋，沈伯洋現在還不是市長啊。該處理就應該處理，對我的攻擊，我想不會因為有沒有老鼠而因此還會有增加或者減少。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也被質疑，指控2020年做高雄市副市長的前代，都是高雄發生過的漢他病毒的病例，是全台灣的冠軍。今年初，台北副市長的前代，佮發生漢他病毒的死亡案例。文山區華興里里長也指控，就是因為李四川在2023年注定恢復蝕本收桶，台北市鳥鼠病才會拖甲遮嚴重。高雄的這一個花了22噸的老鼠藥，不分南北，那我們共同來為環境來努力。面對鳥鼠危機，即馬台北市過去的政策也攏互翻出來詳細檢視。你好，我是宋燕明，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